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2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国内已经出现头一例武汉肺炎的病例。一名管制署长暗头开记者会表示，有一名住伫南部伫武汉食头路50多岁女性昨为武汉回国有发烧、咳嗽、喘大气等症头，所以直接就为机场送到病院。检验结果嘛确定是去挖到新型的武冠状病毒，目前伊人搁伫病院的治疗，甲伊共一班飞行机接触过的40来个人，嘛已经伫处理自主管理了。X 光的检查，好确认，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武汉肺炎的一个确诊的病例。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自证实，台湾出现第一例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一位55岁女大生，20暗自中国武汉坐飞机返到台湾，伫入境时阵主动通报，伫机场直接隔离送到病院。伊确定是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去年12月开始，他其实就一直待在武汉的地区哦。那他是在这个月，也就是今年1月的11号开始出现发烧、跟喉咙痛还有咳嗽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去过华南市场或是其他当地的市场，并没有哦。那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有接触到禽鸟或是野生动物。这位女子1月10日伫中国武汉就已经身体无爽快，无去看医生，一直到20返到台湾，才送病院隔离检验。因为伫飞机顶差不多全程拢带水安，一落飞机就送病院，无入去社区。疾管署疫情指挥中心的警戒依然是3级，就这共飞机近距离接触者有46名，包括34位乘客加12位机组员，这嘛拢严密监控，也自主健康管理。目前来讲，对于社区可能造成的危害，应该说是极低。我们认为武汉应该是一个高度的危险的区域。好，所以我们对于武汉的旅游的一个警示跟建议，我们提升到第3级的警示。医生讲，冠状病毒还未发病进前未传染，民众免太过紧张。另外，因为武汉病例增加速度真紧，指挥中心也宣布，自即刻开始提升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的警告，若无必要，上好莫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全球得着武汉肺炎的病例有323例。行政长苏贞昌昨嘛支持要提悬防疫的层级，一般管制署嘛继续将飞行机来检疫。专案包括兴西集团、科拉旅游、跟东南旅游等3大旅行社，嘛拢宣布要停止出团武汉。行政院长苏贞昌到桃园机场视察春节疏运的准备，也特别关心边境防疫。工作人员用烧水示范，若是有发烧的旅客通过体检，就被红外线锁定。武汉肺炎有扩散的趋势。苏贞昌讲，这比防范非洲毒株更加严重，个人一定要主动配合边境体检。武汉肺炎有向外扩散趋势，日本、韩国、泰国都已经有确诊境外移入的病例，所以我们为了国人健康，严格把关，所以已经做好相关因应准备。并且严格执行各种防疫必要措施。总统蔡英文也伫 FB 讲，政府已经成立第3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做好防疫的工作。目前除了维持武汉特航班机定期检疫，也伫过年期间对所有中港澳入境的班机发予旅客卫教单。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请国际航空评估是否有必要暂停武汉航线，因为即马有真侪民众要返来过年，会优先加强检疫的工作。第二，武汉肺炎疫情扩大，全世界病例数到323例。刘委会提升武汉市柑仔色旅游警示区。根据统计，自即马开始到1月29，国内旅行社有7团83人会去武汉旅游。业者讲，有收到一寡难省的人客打电话来问，不过即马想要退团的人无多。相对是少数的。那以我们的目前就是安排的情况下，目前是不会到市区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短暂的停留，不会做长期的停留。包括向西集团、科乐旅游加东南旅游3大旅行业者，拢宣布停止出团到武汉。向西旅游也决定自即马开始到2月底，欧巴旅行团全部暂停，无条件接受消费者退钱，协助旅客转团。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先来看《彭哥日报》哦。老牌的纺织商轮营公司，去年传出炸弹380来个案件，原本逃走到美国轮营董事长杨文好，因为伫美国拘留超过期限，昨予美方遣返返来到台湾。杨文好讲哦，伊家己非常的后悔，伊即摆会使返来到台湾接受司法的制裁，伊嘛真欢喜。再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媒体报道讲，川普政府为了要处理利用非移民的签证去美国生囝，互囡仔会使摕到美国国籍的行为，会伫最近来改变签证的规定，要来阻止外国人为了要加做美国人去美国生囡仔。再来看《中国时报》，特别过年了，高速公路局呼吁民众初一到初三要南下，会使多多来利用下晡1点以后才出门哦。初三到初五要往北，会使多多利用早起10点之前就出门。再来看2016年的小灯泡命案，昨经一审宣判哦，由原是判凶手无期徒刑，专案会使搁上诉。已经当选立委的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嘛发声明表示讲，因翁仔某尊重司法的判决，也毋过嘛呼吁爱赶紧来建立社会安全网，禁止这种悲剧再度发生。雷欧小灯泡命案，高等法院以今一审宣判，被告王景玉控判无期徒刑，体大公权重新，合议庭认定王景玉虽然有思觉失调症，但是犯案的时阵无失去辨识甲控制的能力，所以无适用刑法第19条去减刑。虽然罹患思觉失调症，但是在犯案前有周密的规划，犯案时又刻意等候最佳时机，挑选幼小女童下手。她的辨识能力跟正常人相比，也没有显著降低，因此并不适用刑法第19条不罚或者减轻其刑的规定。王景玉的判刑维持1、2审判决的刑度，不过经1审判决的理由甲2审无同，回顾2审，合议庭认定王景玉因为着思觉失调、辨识甲控制能力明显降低，适用刑法第19条第2项减刑，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上诉，最高法院撤销法会更审。去年底，经1审言诉辩论终结的时阵，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表示，现因为机制无法度预防再犯，家属希望被告王景玉永远甲世界分开，请求法院予以急刑，嘛就是死刑。如果能够经过适当的治疗，仍然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本院合议庭因此认为，被告王景玉还没有判处极刑，永远隔绝于社会的必要。合议庭认为，王景玉阁有教化的可能，所以判无期徒刑，专案会当上诉。因为王婉如已经当选立委，下晡透过助理发表声明指出，因翁仔某无认为本案未来第4遍进入法院，就互判断的难度降低。今仔日司法机关认为无期徒刑较适当，因表示会尊重，对判决的结果无失望的情绪，嘛无血泪的控诉，但是这嘛绝对毋是理性冷静。因会甲生气甲悲伤转化做实际改革的力量。王景玉的律师黄志豪表示，收到判决书了后，才会当对外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日本的国防单位昨指出，中国解放军有一台电子侦察机哦，伫台湾海峡中线的上北边用细壳的方式在飞。国防部表示，拢有在注意。军事专家嘛讲哦，这嘛有可能是在收集日本的情报。也毋过解放军即前嘛有对外公布相片哦，这嘛那剩未属有警告的意思。日本的统合幕僚干部网站20日发布消息。讲中国解放军一台导引光束电子侦察机挖过咱海峡中线的上北边，而且是以细视角的方式伫咧飞，飞的行列正可疑。国军对于台海周边情势以及基建的动态，均能运用联合情监侦的作为，严密的掌握。目前状况都正常，请国人放心。它其实有点蛮靠，有些航路是蛮靠近它在日本那几个岛。那个岛上最近有强化一些军事设施，他可能就去做一些例行性的一些信号情报收集的工作。其实中国军机飞到咱海峡中线上北边，毋是第一遍。伫去年7月23，中国联合演习的时阵，有2台解放军的轰炸机就捌挖过这个区域。不过实际上，导引光束电侦机
并无进入咱防控识别区内面，离台湾北部也有一段距离。因过伫大选过了后，才第9天，中国的社群媒体微博顶头就刊出解放军南部顶岛作战群指挥所的相片，伫涂骹有采台湾南部的3D 模型地形图，并且用兵棋推演的方式进攻南台湾。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去放这些照片？当然有它的用意嘛。基本上就是说，反正选举结果出来了嘛，那他就放一些照片，类似有点表明自己的态度，顺便警告一下。提醒一下，就是说我还是在的，不要去搞反分裂法那些东西。军事专家讲，伫咧过去所留出相片，对单位的名称、演习的名称，或者是地图资讯，拢会砍掉的。不过这边的相片拢无，所以人看做是官方挑工要放出一寡政治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去嘉义空军第4联队来勉励官兵因为之前乌鹰直升机的事故，其中有3位往生者，就是为嘉义基地训练出来的。蔡总统嘛专工来遮甲因鼓励。蔡总统参观新建了的 F-16BV 战机了伊是呼吁讲全国爱共心来守护国家安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统莅临会场。春节之前，总统蔡英文去嘉义空军第4联队慰勉官兵，因为失事的乌鹰直升机3位殉职的官兵陆续于嘉义基地。蔡总统表示，就是专工来甲国军弟兄加油，做各位的靠山。告诉大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会跟我们的国军弟兄姐妹站在一起，做各位的后盾。蔡总统甲国防部长严德发、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甲新任的参谋总长黄曙光做伙指导，除了亲身了解救护队装备，国军嘛介绍改造了 F-16B 系统。蔡总统表示，空军的战力会更加坚强，嘛证明错节袂甲咱拍败，大家爱团结一心。我认为守护中华民国台湾从来就不是只是国军的事，而是全体国人要一起团结奋斗。只有团结一心，才能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蔡总统率去台南陆军南区部队联合册课中心视察，甲参与战斗营的高中大学生做伙看模拟战斗操演。蔡总统希望扩大伫国民国防甲后备战力的任务，请国防部赶紧完成相关的规划，嘛要国军以请军服为营，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让国人同胞看到我们的优秀，相信国军的战力。认同国防的发展，信任国家的安全。蔡总统除了提早发加彩金，更较感谢国军弟兄牺牲甲厝里的人团圆的机会。国防无假期，打拼贡献守护国家和平，一定要靠坚实的国防。国军就是未来发展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监察委员陈淑明因为法官约束案的风波要辞职，因为有真侪风声拢讲陈淑明会辞职，是因为监察权甲司法院的冲突，蔡总统拢无要插。陈淑明昨开记者会是讲这毋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原因应该是观念甲制度的问题，才会造成司法改革无法度成功既然如此，伊就选择放手去过家己的日子。因为计划约顺破马研究涉涉弊案无罪法官，引起法界反弹的。监委陈淑明伫顶礼拜传出向总统府请辞后，21号头一摆路连续连续举行2场记者会，首先就过去特侦组对华阳士林威公司董事长郭清光的不当监管案，要求法务部检讨改进。他们也不去查一查人家过去的这个经历就把人家想象成这样子的情况。这种检察官真的是叫做酷吏。我们看到调查报告以后，我们再做研究了，好不好？不过各界关注陈淑明的请辞案，因为伊坚持落台原因是唔知为虾米而战。结果法文指出，为有权力终结这场闹剧的人激法化，被外界质疑是暗记总统蔡英文伊加以后置。也不一定就是某一个个人所造成的，也可能是这个集体意识的一个后果。强调家己年会这实在拼袂落去，决定辞职。扣押胡国，若讲会当，伊想要伫1月底离职前就陈水扁期期的机密外交按亚专案的调查报告，佮开一场记者会。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要补选党主席，前国民党副主席霍良斌嘛讲，伊要参选党主席。国民党今仔会举行中常会，有人是建议讲，中常委的选举应该爱延期，先补选来选出主席，互新的主席来带头讨论未来中常委的选举方向。将党主席吴敦义请示了后，国民党要进行补选，针对大选败选启动改革。对吴敦义请示的前国民党副主席霍良斌，20宣布要参选党主席，希望党会当脱离统独的争议，嘛强调党的改造要落实世代交替。我是一个过度乐观的人啊，基本上，很多人大概看到的都是问题，我看到的是未来的希望。希望这样一个带领的过程都要符合民意，民意才是决定整个党意往前走的最大力量。针对红社霍良斌和连胜文有意思要革命参选党主席，霍良斌敢若回应，伊会使和党内任何人合作。不过早就宣布参选的学者张亚中认为，党的改革应该对党主席的选举开始。我们看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还是为党内的权力团体竖起了高墙。因为代理党主席林英德提出中常委莫超过60回建议，引起讨论，包括新北市议长丁郎计划伫中常会提出建议，包括中常委选举延后和主席补选的时间分开，由新的主席召开临时专代会，要讨论新的中常委选举方向。那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是认为，党应该先把改革委员会做起来，再来思考主席要安怎补选。能不能有自己的政策？我们能不能真正想的？规划的是符合人民的期待。互人认为是党主席人选之一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透过面册表达政治是一种职业，强调台湾的政治会使实现人民的需求，同款无讲明敢要参加补选。目前已经宣布参选主席的人，包括霍良斌、张亚中，阁有南天行动联盟的主席武志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日时的温度拢是真温暖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透早的天气嘛是有一点仔凉冷哦，温度上低是伫桃园的大溪11.8度，也毋过日时哦就会较烧热哦。30暝到初一的日时嘛拢是好天，也毋过初二开始因为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会转强哦，南方的水汽厉害。各地拢会变甲有一点凉冷哦，一直到初四，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高山嘛有可能会落雪。伫初五以后哦，甚至温度会降到10度以下，是真冷哦。另外嘛，爱特别注意，今仔开始到初二哦，西半部地区佮金门马祖拢会有蒙雾哦，会看袂介清楚，所以赛车甲坐飞机朋友就爱特别注意。再来看新住民的新闻哦。来看目前伫新北市金龙国小有一个教务主任杨小梅，伫新北市上新的校长录取的名单哦，加做全国头一位新住民的校长。伊伫越南出世交会的时阵来到台湾，因为伊新住民的背景哦，所以伊嘛对新住民的家长佮学生有特别侪关心佮关怀。已经休关的学校，敢若剩一寡学生伫拍球。留守的教务主任杨小梅，伊外有行政工作爱无闲，伊即摆有新的身份啊，因为考调109年度校用校长，正做全台头一位新住民准校长。伊伫越南出世，交会规家搬转来台湾。以这款的背景，反倒长友军甲新住民第二代学生的心。有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小梅主任也是来自越南哦。”我就发现那孩子的表情就不一样了，他就觉得很惊讶，说：“好像那种互动的关系就更亲密了。”囡仔惊互同学笑心情，伊捌伊知影，也捌考虑是毋是要甲别人讲家己出身，惊互人打标签。也毋过伊讲，即要转念，阻力会变做助力。伊用家己自身的经验，激励新住民妈妈考调市场的证照做头家。而妈妈成功，伊个反倒转激励伊爱更加来拍拼。国家圆了我的梦，我小时候求学经验的梦。我以后我担任一个校长的时候，我要让每个孩子陪他们逐梦、圆梦，带着他们去一起梦想起飞。新北市教育局20公告，各中各小校用校长录取名单，除了1名新住民准校长，也有1名原住民准校长，总共11名准校长，爱先经过1年实习，并且参加部分课程。若是顺利摕到合格证书，上紧111学年会参加遴选。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湾，虽然真做是亚洲头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哦，也毋过若是对方是来自同性婚姻佮还未合法的国家哦，安尼因伫台湾嘛是无法度结婚哦。都有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哦，应该爱开放同性婚姻无限制国籍。今年过年开始要是无法度完婚，虽望台湾通过同志婚姻专法，以后是袂当甲马来西亚的伴侣结婚。伊的伴侣为着顺利留伫台湾陪伊，已经30外号人，佮申请来台湾读大学，大学就无毕业啊，只好佮刷落去读研究所。但是研究所也有毕业的一天，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对未来也有点迷茫，会有很多的支出，所以觉得其实经济上是很吃力。từ台湾甲外国同性伴侣行大约有200外对，照即卖法律，若外国同性伴侣的母国同志婚姻无合法，是袂当伫台湾结婚。民团指出，虽讲台湾同婚是亚洲第一，毋过袂当甲母国同婚无合法的外国伴侣结婚，煞过台湾尔。怎么样独一呢？全世界现在包括台湾在内有27个国家允许同性婚姻，然后唯独只有台湾是对于同性婚姻的条件要求呢，对方必须来自同婚合法的国家。到呾有2对下国同婚个案去户政申请结婚登记受拒绝，一条案有律师协助提起诉愿，另外一条案也已经拍行政诉讼。义务律师诉求，若外国法无保障同性婚姻，会害国民未当甲外国伴侣结婚，无合宪法保障同性婚姻基本人权的价值。户政机关也是法院就排除外国法适用，直接照台湾法律，互2个人会当结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针对武汉肺炎，全世界是拢真紧张。美国伫今仔透早嘛，证实伫国内出现头一个确定的病例哦。为中国附近，包括日本、韩国、佮泰国，拢已经有病例。北韩为了杜绝武汉肺炎哦，为今仔日开始嘛禁止外国游客入境。美国旧金山机场启动体检机制。若是自中国武汉来的航班，旅客拢爱磅体温，若有发烧爱进一步体检。虽然有做准备，不过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2日宣布，境内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这位患者伫咧最近有去过中国武汉旅游。伫中国边仔的北韩也加强戒备，旅游网站发声明讲，自2日开始，北韩暂时对外国游客关闭边境。禁止外国游客入境。伫周边的日本、南韩加泰国拢出现确诊病例了。澳洲当局上新的指出讲，有一位自武汉回国的男子出现疑似冠状病毒的症头，怎么居家隔离。We've got one gentleman that we're just following at the moment who has travelled to Wuhan and has developed a respiratory illness, but he's recovering at home, and so we've done some tests on him and we're awaiting results. He's here in Queensland at the moment.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也伫内阁会议指示，对武漢肺炎全面加強檢疫。中国では引き続き患者数が増加しており、一層の警戒が必要となります。感染症の発生状況等の情報収集の徹底などに万全を期してください。甲日本同款有確診病例的南韓，自2日開始，機場的防疫也升級。 우한발 비행기가 도착 시 더 강화된 살균 소독을 실시하고 있으며 입국자의 동선을 따라서 여객들이 안전하게 이용할 수 있도록 만전을 기하고 있습니다. 中國舊曆年的假期就要來啊！每年超過幾落100個春運人潮，被人叫做是代表上大的遷徙，也增加疫情擴散的可能性，是防疫的大考驗。記者綜合報道。 再来看西方国家怀疑伊朗私底下偷偷发展核子武器，德国、英国佮法国伫顶礼拜嘛做伙表示谴责伊朗违反协议，伊朗嘛有可能爱面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毋过伊朗的态度是正硬，佮放话讲要来提出禁止核武扩散的条约。 美国提示伊朗即并为对国界将定所引发的区域紧张，虽然小可较缓和，不过伊朗自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了后，就一直呛声讲要恢复提炼浓缩铀，想要制造核武原料，互参加核协议的欧盟国家看不落去。
顶礼拜得研发3个国家最近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违反承诺，安尼始作可能会造成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引起伊朗强烈反弹。伊朗外长伫8月就伫国会的网站谴责欧盟国家安尼做无法律根据，讲对方若果采取进一步措施，就要退出协议对欧盟国家报复。اما اگر این حرفایی که هست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حال طراحی禁止核武扩散条约的目标是要限制核子武器发展，这个会当把核子技术用在和平甲能源的发展。有190个国家签署，伊朗若退出，会甲北韩同款，互国际社会正头疼。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圣城路的新指挥官上任第一天就对美国呛声。 او رو ناجوانمردانه زدند اما به لطف الهی و به همت همه آزادمردانی که در سرتاسر عالم خونخواه او هستند ان شاء الله جوانمردانه دشمنش رو خواهیم زد. 专家认为，伊朗甲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国家即马核武危机升悬，中东地区是正歹病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波多黎各的总统，伫最近1年内底，民众2遍抗争要求伊落台。最近这届是因为发生地震，结果有民众发现讲，政府的仓库内面竟然藏有2吨前风台的救灾物资，互受灾户是真不满。 美国属地波多黎各首府圣奥安的总督官舍外口，真侪民众哪讲哪唱。不过，这毋是伫庆祝嘉年华，而是抗议当地政府无适时发放救灾物资，互地震了后住伫街路上的灾民得到应该有的救济。这摆抗争的起因是进前 M6点4强震了后，东灾区之一的南部城市皮斯，有民众发现一栋政府仓库内底藏着真侪在2017年马里亚 飴风了后送到当地的救灾物资，包括饮用水、囡仔食品、尿珠啊、床珠这物件。可惜政府相关单位放伫遐无叮当，无伫地震了后随发予灾民。生气的民众随后走入去仓库搬走家己需要物品。到在尾有志愿者出面来维持秩序，无造成伤过混乱的场面。 Lo que tenían mientras la gente está pasando necesidades, las cosas guardándose. Y tú me vas a decir a mí que este maldito gobierno corrupto, que no lo soporto por eso mismo, me hace una cosa como esta. 去年7、8月时阵，前任总督罗塞罗因为讲唔对话，伫民众抗议声中来辞职。由司法官出身的王达巴盖组接任。政府仓库被发现藏有2年外前送去的救灾物资消息爆出来了后，王达巴盖组连续开除关为一级主管，并且宣布被起诉任何一摆走入去政府仓库的人。也不过抗议民众认为，官员贪污是结果性问题，必须甲驻地政府规个换掉，所以讲要求总督家己辞职落台。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唔但受到气候影响，嘛面对人口流失的问题。当地布拉诺岛因为岛上拢是一寡彩色的厝，所以有真侪观光客。也毋过岛上的人嘛拢要搬了咯，是使人真烦恼。一只船啊，停伫缤纷色彩厝的边啊。 规个小岛就亲像真大个雕塑盘，位伫威尼斯西湖中的布拉诺岛，也被叫做彩色岛。当年吸引无数的观光客去遐，也毋过即马即座小岛却面临人口外移的危机。 La gente non vuole più viverci, non vuole più abitarci perché ci sono varie difficoltà, ad esempio appunto l'acqua alta o anche il costo della vita proprio dell'isola, perché vivere in un'isola. La popolazione è anche di una certa età, quindi muoiono gli anziani e vedi scritto vendersi alla porta e ti viene una fitta al cuore perché appunto siamo sempre meno e anche perché qui ci si conosce tutti quanti. 除了彩色厝以外，布拉诺岛也以传统的渔村居民手工制作的瑞士制品马达饼出名。岛上也有一个瑞士博物馆，展示自16世纪流传落来空气上天法。不过这项传统恐惊将会失传。Vorrei continuare a vivere qui, continuare la tradizione di famiglia. 威尼斯西湖存冷气啊，将近50岁罗斯是目前西湖区域上少年的掠冷气的人。伊最近开始教导观光客安怎掠冷气啊，希望将因的传统掠冷气的技巧传承落去。
威尼斯是北意大利西湖的古早城市，观光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毋过，也因为观光的人伤济，水患一年比一年严重，致使当年平均有1000人外移。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安倍20在国会发表施政计划哦，伊讲到11灾区的中间，伊是真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持，佮特别讲到岩手县的野田村要来登记做2020东京奥运的台湾才大城。讲到这项的时阵，现场的议员是拍扑啊拍甲特别大声。日本新年的国会会期20号正式展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照过去的习惯上台演讲，讲到日本未来一年的政策重点。在讲到311灾区中间的时阵，有特别讲到台湾，现场就响起真侪议员的扑啊声。岩手県野田村は台湾。島県日本松市はクウェートなど29の被災自治体が支援を寄せてくれた人々との交流を深めます。再来看，在参议院的议长柯佳洛20雄雄过身哦，这位议长是非常的挺台湾，嘛捌为台湾向中国大使馆抗议。本来后个月特别带团来访问台湾，所发现不幸，但的外交部嘛表示哀悼。Nejsem tady poprvé, jsem tady velmi rád, děkuji za pozvání. Přeju lidem na Tajvanu hodně štěstí, budu jejich pracovitost a jejich úspěchy, které mají, ať se jim daří velmi dobře. 进前出席代表处伫捷克举办的国庆酒会，捷克参议院议长柯佳洛欢喜地向台湾祝福。隔两天，中国大使馆是抗议，柯佳洛有台立场声明，佮较表示唔惊来自中国压力，计划后个月就要带团来访问台湾。想要到20叫团出最新的消息，享受72岁。外交部长吴钊燮致电捷克驻台代表表达不甘。外交部已经在第一时间了，已经训令我们驻捷克的代表柯良瑞代表呢，他代表这个我国的政府，向这个参议院参议长的这个家属呢，来表达我们深切的哀悼。柯佳洛担任参议员近20年，伫捷克政坛真受尊敬。嘛表示台湾是捷克亚洲第3大贸易伙伴，一向有话直讲，支持台捷友好。捷克政坛也真哀悼。捷克总理巴比斯表示意外，海德党主席巴托斯是俄勒柯佳洛挺台湾的勇气。展现非常坚定的友台的情谊，而且它本身呢也体现了这个丝绒革命、反对集权压迫这样子一个坚毅的精神呢，我们来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跟谢意。外交部表示，未来将继续甲捷克参议院的朋友、甲新选出来的新议长继续合作，深化台捷友谊，并且适时促成捷克参议院组团来台访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大关社区自救会甲小田社区的学生，伫2017年因为抗议客厝哦，去阻挡前行政院长林全的车，其中5个人是被检方起诉，昨高等法院2审宣判哦，5位学生无罪，专案确定。拍伫延庆县2017年5月，为了抗议退伍会强制拆迁大关社区，自救会甲社员学生阻挡前行政院长林全的坐车，其中5人被检方以强制罪起诉，1审宣判无罪，不过检方不服上诉。高等法院审理后，引用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参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认定学生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21判5人无罪，专案确定。这样子的行动也不是一时半刻，就是说突然想去找林权院长就去找，我们是因为大关社区的案件迟迟没有受到政府的解决哈，然后他在判决里面也有引用2公约的部分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也是我们蛮肯定的部分。学生认为这是过去社会运动抗争一直冲浪累积落来的结果，像2013年苗栗原理反风车运动，居民甲学生家己白铁链仔伫电机所抗争，也被检方以强制罪起诉，最后台中高法院判被告无罪定案。2014年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院当时的反服务主角，不过将定13人也受言论自由的保障，高院判无罪确定。有律师认为，这显示近年来有部分的法官开始愿意用时间将宪法的基本权内涵写入判决。或许比较年轻一点的法官对于社会运动或是劳工运动，他们比较有这个时间去理解，而不是只是很机械性的去适用这个刑法的这个构成要件。
律师也补充，毋是所有的法官拢保持开放角度心理，不过目前以大关案来讲，确实有机会展开未来社运的空间，互弱势者的声音透过抗争等手段传达给当权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行销观光为去年开始，每个月拢会推出一位代言人，也毋过为今年开始这代言人的制度确定要取消了，要以活动来代替。伫咧高雄真有名经典拍影片，资深艺人白冰冰带头变做2019年1月份高雄观光的代言人。2月份是资深媒体人陈文茜。如何把一些文创带进来，使它的观光产值可以增加，这些都并不容易，都要一点一滴的努力。所落来还有网红波特王、Pokemon 世界冠军伍比，下世代不共联合的名人代言行销高雄观光嘛引起讨论。不过今年1月份到今也无看代言人出现，观光局证实已经取消每个月代言人。因为我们要配合到这个代言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时间，到档期的部分，所以在配合上会有一些难度。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那是不是就是开始转一个方向，就把它变成是说我月都有一个活动的品牌，这样来推动。观光局承认，讲要协调代言人的时间确实有困难，不过嘛强调讲有效果。未来敢若是甲代言人的方式转换做活动行销，要永续经营。你推活动，你才知道高雄在干嘛。对啊，你放代言人，我都不知道高雄有什么活动。明星会来高雄观光的话，那很多人会因为喜欢他，就想知道他去的地方，然后去过什么地方，什么这样子。有活动的话，大家会比较想要出来走动啊。对啊，如果观光代言人别人看到那个，也不会想要主动来这边逛。目前观光局已经规划1月份以爱河灯会来做主题，2月份结合内门送港灯，3月份春天较烧热，会来办城市野餐 party， 甲规年度的观光活动串联起来，进一步来向国际行销。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因为囡仔生了少所以私立大学嘛受到真大影响。全国数学工会就表示，有私立科技大学为着招生竟然用帮助落实做理由，爱老师家己捐钱出来帮助招生，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这毋是强制的。位伫台南的私立昆山科大办学风评真好，顶月底却有电子工程系老师向全国数学工会投诉，希望爱老师每个月以一部捐款1500到3600作为招生、毕业校友、联络甲支援工程认证的人力费用。当然不会明文说强迫嘛，但是劳资双方本来权利就不对等啊，所以如果老师不配合的话，可能会被不利对待嘛。数学工会指出，老师惊被不利对待，大部分被动配合捐款，也毋过好好回应。昆山有1分之1的弱势学生，无强制老师捐款，是会议提案甲简讯用字无正确，加产生误解。当做招生的广告啦，那弱智的学生你来了，你真的没有钱念没关系，我至少让你生活费每个月至少补贴你，不多，可是至少有3000块，让你至少还可以多少补贴一点这样子的。昆山电子系以捐款帮助弱势学生作为招生宣传。台南科大应用英语系顶日也决议老师增加成立公基金，以利收到更较优秀的学生。也毋过系上一位老师无愿意向工会投诉，互人议论。讲白一点呢，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们表达说他们很想念大学，可是他们没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系上的老师他们才会说，那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多给你一点奖学金。为了这一件事情，他们系是绝对不能再收公积金。李校长指出，已经要求各系108学年度开始，就算老师主管也袂当个收钱。教部指出，若讲有学校被查到违法扣减，将补助甲招生名额，工会是建议教育部直接发函提醒，佫可以当避免不如意关。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故宫的国宝肉形节这届嘛去控肉饭真出名的中华来展览，县政府嘛利用这个机会要做伙来宣传控肉饭，那么做伙来看卖。一透早，中华县立美术馆还未开馆，就有真侪民众来排队。因为原本刚落伫咧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国宝肉形节，第一届伫咧国内其他所在来展出，真侪还未亲目睭看过肉形节的民众，拢感觉相当的新奇。很丰富，然后觉得很精彩，因为我们要去看那个肉形石，应该是机会不大，因为它在台北。那个石头就跟空肉饭一样，对啊。
很有创意。故宫泡沫园表示，去年中定出故宫国宝出游的专案，彰化县争取到第一个展出的地点，会选择肉香节来展出，是因为控肉饭是彰化的名产之一，配合行销更加会使创造话题。因为彰化的控肉饭很有名，那所以他们就说，那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故宫国宝里面很有名的这一个肉形食来展？这个国宝出游到彰化，除了肉香节以外，所来还有黄肉鸭、白玉金奶子等另外4件国宝，会分做3梯次到彰化来展出。不过国宝到院外来展出，都有一定的风险。彰化县文化局为了展出，嘛做好万全的准备。它的要求就是整个场馆要恒湿恒温，好，所以我们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也投注了相关的经费来改善我们展场的设施，让确保我们相关的文物呢，在这个环境展出环境是非常的安全。同时呢，它也要求整个安全维护的部分哈。彰化县文化局强调，国宝安全维护一点嘛袂使凊彩。伫咧运送过程，甲总统维安同款，专线拢爱开放车顶来通行。美术馆原本1名保全嘛增加到2名，另外搁再派出3名配枪的警员，24点钟轮6班来进驻，专工来保护国宝安全。记者彰化综合报道。来看19有民众发现，伫台中新社的昆山国小边仔的产业道路有一只石虎死伫路边。这个月初十有石虎或者搞事的代志哦，所以保育协会是再次呼吁，应该赶紧来设生态农道，保护这石虎。一只3比8的母石虎倒伫咧路边，已经无气啊！这边后骹盘骨头拢痛出来，应该是互夹过。司机骹即间村正骹是规个好好。其他骹盘拢有破皮红肿，可能是拿着限制，互人等咧遐，或者是牙刷刷开了，无体力刷死去。左后脚都有很多可能就是在抓兽夹的时候所产生的伤口，所以这只石虎的脚爪基本上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有些已经几乎都不见，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只石虎可能是在中兽夹的情况下，因为体力不支而死亡。这只石虎是19暗伫台中新社发现，保育团体自现场看，产业道路附近拢是果子园，是街道开发的浅山区。这只石虎伤正严重，可能是行动无方便，无法度找只咬死。这也是这个月第2件伫台中新社发现石虎死伤的案例。顶一件发生伫咧初十，迄只石虎规身躯真侪所在骨头断去，下颌骨也碎去，应该是互车弄着。环保团体认为，石冈新社是稳性地区。台中市农业局也会到现场会勘。我们有委托人家调查嘛，然后调查那边是热区的，我们会去会勘，然后建议他们做一些设施啊。如果将来有要在这个地方做改善的话，建议他们做一些设施。农业局会到现场了解，是毋是可能会让建立生态农道。另外，对石虎条例也甲当地居民沟通交换意见，搁再送议会审，希望会让建立保护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1年1度的6堆基础尖炮声，2月初8特别开始咯。屏东丰田国小的学生特别做香茶啊，要来送予现场的民众。红瓜、外草、七色布，学生一项一项认捌客家芳茶啊所需要的材料，甲这物件放伫红纸内底，佮包做正古水，佮有客家特色的芳茶啊。一般的人，他们都以为这个花苞没有什么用，其实客家人觉得它的意义很重大，它是保平安的一个花苞。这些材料结合起来，代表了意涵有很多啊，因为这些花都是经过神的，而且也有辟邪的功能。社区的时代带囡仔来做芳茶啊，这材料拢是用敬神的客家搬花拍打了后，搁摕来加工包装，唔但会当保平安，嘛符合现代的环保概念。小朋友爱哭不睡觉，老人家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脸不爽快的时候，就泡来洗脸、洗澡这样的，洗了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我们客家很多民间的习俗，那其实都是一份祝福跟守护，那这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
文化是生命生活的累积，小小的芳茶啊，代表深深的祝福。这学生囡仔所做的芳茶啊，一直今年2月初8到初9，伫落堆基福占炮城来送予活动现场的民众，嘛要甲客家人敬天惜物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过年之前伫台中有基金会甲一个公国中合作，做伙带老大人出门去买过年需要的物件，好时代是真欢喜哦！囡仔人嘛会晓来学着要哪来照顾老大人。学生塞轮椅，甲阿公阿嬷做伙坐超市，为着鼓励家己大个老大人出门行行咧办年会。闹五路基金会甲石冈国中合作，提供大个老大人1000块，互学生囡仔陪因欢喜买物仔。之间嘛详细对照单啊，帮因一项一项款起来。老母老对阮真好，我嘛捌去啊，石冈啊买一摆个了。即马搁再来还买，真好。那其实呢，有一些长辈啊，他们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出门了，所以呢，他们知道说这次可以来爱买啊，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可能前几天就开始准备说，他们可能需要的物资的清单啊。基金会表示，家己一个人带长辈，大部分行动拢无方便，所以罕伫出门。这回有遐尼侪人斗3工，都免请厝边来斗款。对学生来讲，因嘛当学着要安怎照顾老大人的经验。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活动，近距离的观察到需要照顾的老人家，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同理心、耐心跟爱心的，这也是实际上的体验，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成长很多。很开心，可以陪这些独居老人。怎么说？以前有这样子过吗？没有，因为我没有当过什么陪伴志工什么的。主办单位表示，这摆活动增加囡仔甲长辈斗阵的机会，而且嘛希望这家己大个老大人出门买家己真正需要的物仔，欢喜来迎接新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少年人返乡去发展是愈来愈受到重视。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今日暗时10点，特别带大家来看一场真爱家己故乡的少年人，因认真打拼，要甲家己的社区变成一个适合大人囡仔生活的好所在。为着要让大家了解海洋环境，中山大学海港系毕业的黄文启，登去故乡花莲七星潭成立会游吧，推动食鱼教育，教消费者安怎食上鲜上安全。回游吧，我们其实大概主要透过3个服务的项目，一个是回游鲜捞，就是我们鲜捞渔获的贩售，然后一个是回游潮体验活动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回游新知，就是知识性的部分。中央山脉的另外一边，有共款理念的老乡结，伫南投陆国成立乐山小农，甲过去所设的行动图书馆改造作农产品的展示空间。咱这个土龟文化原本是这个12月时阵的行动图书馆，已经经过1-2年啊。虽然讲这个1-2年的时间吼，互咱这个图书馆已经功成身退啊，但是我无希望讲伊就全来结束啊。镜头来到台北市大同区的昌吉社区，孵化计划这个团队用设计思考的方式，要来并联当社区营造的方式。今仔日来到这个南机场啊，因为咱昌吉的孵化计划嘛是伫社区做代志。所以讲来南机场借鉴一下，就是都市的议题真复杂啊，爱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来投入啊。该每当咱有一个孵化计划，甲不同的青年团队，大家做伙来探索讲，该每当伫咧社区来发展家己的专业。有行动就有改变，这少年人用家己的方式来关怀社区，改变家乡的面貌，互一寡老社区搁恢复应过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非洲上好野的查某人是安哥拉前总统杜桑托斯的查囝伊莎贝尔，伊伫全球有400多间公司，价值22亿美金哦。也毋过有媒体是指出，讲伊是靠爸爸执政38年的关系，取得真侪特权佮机会。伊最近嘛砍下着偷占公款超过10亿美金，司法单位嘛已经展开调查咯。国际调查记者唐明根据71万5000多份卢安达改变文件所做的调查发现，今年46岁是非洲上好野女性的伊莎贝尔，伫咧伊的老爸杜桑托斯做安哥拉总统的38年之间，利用关系掌控安哥拉国营石油公司甲选择企业，伫过去10年建立还款41个国家，
超过400间公司的庞大网络，顺利摕到安哥拉政府的公共合约甲执照，也有个文储存等几多项机会，对中侵吞超过10亿美金的公款，其中包括甲安哥拉国营石油公司持有的葡萄牙石油公司股份，用正式的计价卖互银行，可以伫咧非洲甲欧洲有银行、电信、电视、水泥、泉州、酒类、超市甲房地产的庞大资产。富比士估计伊的身价22亿美金，换算台币是660亿。也毋过伊莎贝尔讲，即挂拢是安哥拉政府的政治攻击。Well, the allegations are false. Unfortunately, we were not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our evidence or to defend ourselves. 安哥拉时任总统伫咧2017年，甲杜桑托斯赶落台了，就开始对政调的贪腐做整顿，甲伊莎贝尔国营石油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提掉。去年底，国家伊的资产冻结，开始做刑事调查。伊莎贝尔是北回讲，2022年要选总统。Mas agora a grande questão é se realmente ela tem tanta popularidade assim para que as pessoas votem nela, o que não me parece que seja o caso. 关于这件代志的国际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咨询，讲已经停止甲伊莎贝尔的合作，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陕西金属行博物馆哦，最近又有新的发现，考古人员发现真条军人作用的盾牌，搁有中国目前已经知影上早的金属刀，所以专家是表示哦，这可能嘛代表自汉朝丝路开始之前哦，中西文化早就有展开交流。伫咧进兵马乡1号陪葬坑面积400平方公尺的范围，经过10年的考古工作。公布新挖出来超过220件金像，12只驼马，加真侪兵器加建筑遗点。这一组墓葬，从整个这个屋来看的话，它还是有意布置的一系列墓葬区，应该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中国陕西金属行帝陵博物馆自2009到2019年之间，对1号坑做第3遍的正式考古。这边挖出来成果，除了第一遍发现剑盾的遗点，也个原有的下级军力用，会能够在向下又分成做2个类型以外，也个中国已经知影上早的单体金属刀。在这里边呢，我们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就是一个小的金的骆驼，它这个骆驼呢，它是古代呢是西亚那一块才有的，咱们中原地区。基本上是见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它的出土有可能就提示我们一点，在秦的时候，中国和西亚就有经济来往。进兵马俑1号坑长230公尺，宽62公尺，深5公尺，总面积14260平方公尺。照摆密度估计，若全部挖出来，土壤加土马会当有6000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哦，今仔开始到初一，各地拢是十分好天的天气，日时温度是拢正热热，上悬会使到29度。也毋过西半部地区阁有金门、马祖会有蒙雾，会看袂介清楚，所以赛车佮坐飞机的朋友都爱特别注意。这回来看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